问你今天会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？小小今天要表演跳舞。跳舞啊，哇！跳舞喎，狗仔要表演。就一些小曲。阿詩啊！氹氹轉。再遠啲。哇，有嘢食啊！他時候仔轉，再轉，嚟多個轉好冇？第3個轉，第4個轉啦已經，哎呀！跳，攰啦，轉，去啊！OK，唔該晒，非常之精彩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